近日有一名鐵路迷拍片嘗試進入掉頭路軌範圍，從畫面中可以見到，該名鐵路迷到了堅尼地城尾站，佢並沒有落車，佢嘗試進入掉頭路軌範圍。停車位置正確。本台還在該名鐵路迷 YouTube 頻道上找到許多列車掉頭路軌範圍的影片。根據香港鐵路附例，任何人未經授權進入掉頭路軌範圍，最高可被罰款5000蚊和監禁6個月。呼籲大家鐵路迷千萬不要嘗試。270新聞台記者大雄報道。